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南部正欠水，农民为着用水起冤家，甚至来起相拍。伫个森林的斗六甲斗南的交界，有500多公顷的田，这个灌溉用的水井抽水量无到过去的3成。因为即摆这个稻啊，当咧抽水，是用水量上侪的时阵，讲当地农民爆发着抢水的纠纷。在地农民是希望讲，这个附近的食品工厂会当甲排出来的清气的废水提供予因使用，来解决着目前欠水这个紧急的状况。那放药较大港输啊呢尔。咱若要讲冤家哦，用讲逐个人都咧冤家啦。做熟悉嘞，为着要食水咧冤家啦。田里欠水，农民甲水利署领源头，因为水收少啊，大家常常为了水的分配伫咧冤家。冤家，伊较强的就出手共拍落啊哩。森林斗六和斗南交界500多家的田，因为可旱，水井抽水量无到过去的3成。农民希望附近的食品工厂会当甲排出来清气垃圾水，提供予压水，解决即马欠水的情形。水质 OK 啦，我们也在检验啦，我们不定时在检验中。中部即马真欠水，经济部长王美花4天内2摆来台中了解处理回收水情形，希望会当经找到愈侪水。我们也把原来的这个338个点增加到350几个点哈，52个。对，那不要让商家没有水可以用。唔单是民生用水，即马含田里压水、冲马桶、流土块、利基用水拢无够用，中央含地方拢拼死伫咧找水源，希望当紧度过即摆欠水危机。